在地人在地前来看云林西里警察分局的义警中队举办着关会活动，只要来关会，就送奖品，阁会当参加抽奖。若关500cc，阁加送一只龙虾。遮尔啊好康，果然有真侪乡亲来关会。手运比起来要关会，希望讲关会会当帮助需要的人。从18岁捐血到现在26岁了，也捐了很多次了，也提倡大家来捐血。因为我本身我母亲之前她有一些特殊疾病，所以她常常会需要输血，所以我就开始一直都在捐血。为了鼓励民众加来关会，现场唔但有关会送物件，过当参加抽奖，而且只要关500cc，阁会加送龙虾。真侪毛彩品，我就买了55寸的电视、脚踏车，过来就是我关满500cc，关哥要送你一只波士顿龙虾，也是澳洲水姑娘龙虾。西里分局表示讲，即摆有真侪同仁来关会，希望讲会使帮助到乡亲，嘛为社会注入正能量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